首先同各位觀眾講聲唔好意思先，連續15日冇休息過，加埋一直作病同埋半失聲嘅折磨，令到你哋久等啦。I'll be back，你頭。工作生活忙碌，唔少打工仔都會飲咖啡提神。消委會測試市面49款咖啡產品，包括10款咖啡豆、9款咖啡膠囊、16款咖啡粉同埋14款嘅即溶咖啡，售價由15去到168蚊不等。發現9成半，即係47款含有基因致癌物丙烯酰胺。丙烯酰胺係食物喺高溫之下產生嘅污染物，法例未有規定食物含量嘅標準。咖啡產品入邊，咖啡豆、咖啡膠囊同埋咖啡粉驗出嘅丙烯酰胺由每公斤53去到240微克不等。由於即溶咖啡粉經過提取同埋濃縮，丙烯酰胺嘅含量最高。雀巢嘅其中一款即溶咖啡粉更加達到每公斤有790微克。樣本未有超出歐盟標準，但係消委會認為有2款咖啡不含丙烯酰胺，反映生產商係可以降低相關嘅化合物。丙烯酰胺咧呢一個嘅基因嘅致癌物咧，其實係冇一個我哋叫做可容忍嘅攝入上限嘅。而喺世衛嗰度嘅建議咧，都係越少越好。大家一齊去教育消費者咧，喺邊一啲食物裡面嗰個嘅丙烯酰胺係會個含量比較高啲。譬如話，我哋不斷咁講俾大家聽嘅薯片啊、薯條啊、啲炸類嘅蔬菜，如果係真係唔需要嘅話咧，就唔好食嘅話咧，咁你吸入嗰個嘅基因致癌物嗰個嘅機會咧就會低好多啦。另外45款產品亦都驗出第2類致癌物除害劑伏爾培，其中38款超出歐洲食品安全局嘅標準。呢一款更加超標超過6倍，長期服用會對眼同埋咽喉有刺激性。12款嘅樣本亦都驗出重金屬，其中7款含鉛，2款含錫，呼籲消費者要留意。唉，驟眼睇仲以為世界末日，我都要飲翻杯嚟定下驚先。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哋第4集香精咖啡豆同第5集嘅咖啡實收同豐收，我哋覺得相對之下，之前提及嘅2個問題仲大單啲。不過每個人嘅接受能力同道德觀點都唔同，係今次講到呢個問題，我哋覺得係小問題。我哋呢個頻道希望行嘅路線係吹水都要有啲根據。我主人喺呢個話題上面覺得係小事嘅，原因係以上嘅因素係可以用科學人為嘅方法避免同改善。例如即吸酶毒素 A 風險，即係俗啲講叫霉菌，大家同埋烘豆師傅可以透過儲存得當去減少佢嘅風險。丙烯酰胺嘅問題只可以透過烘豆師傅以低溫烘焙去嘗試解決，但係相對於香精咖啡豆呢樣嘢係冇得逆轉嘅。氣候變化令到農產品失收同埋豐收，呢個都係人為控制唔到嘅嘢。言歸正傳，其實係這曲霉毒素 A 呢樣菌嘅個源頭，其實根據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對食物含這曲霉毒素 A 嘅情況解釋嘅第5同埋第6點，這曲霉菌素嘅生長條件同青霉菌素啱啱相反。呢種菌似乎只係熱帶同埋亞熱帶氣候又潮濕又熱嘅地方生長，污染咖啡豆、可可豆、香料、曬乾咗嘅藤本植物果子、葡萄汁同埋葡萄酒。這曲霉菌通常係咖啡豆曬乾期間侵染咖啡豆，令處於新豆階段嘅咖啡豆受污染，係一種常見嘅倉存真菌。Grandpa, I don't understand. 這曲霉素主要係咖啡生豆係採收、處理、儲藏過程中受潮發毛產生。雖然烘焙過程有機會可以破壞大部分毒素，但如果烘焙後保存不當、潮濕、高溫嘅環境，都會導致霉菌再度生長，而且產生這曲霉毒素 A 呢種菌最中意嘅濕度，即係咖啡生豆含水率18.5%以上。講到呢度，大家可以睇下我做嘅簡表。
如果成個咖啡簡單咁分咗生產、採購同埋分銷3個階段嘅話，其實可以係唔止3個階段嘅。照道理上，任何一個階段其中一個環節處理不當嘅話，都可以產生這曲霉毒素 A。舉個例，農家喺處理法上面處理不當，或者咖啡豆、生豆成品濕度、含水量偏高，又會產生呢種菌。運輸同包裝過程處理不當，更會產生呢種菌。去到分銷點儲存不當，又會產生呢種菌。總之就係菌。微生物世界觀可以有咁恐怖，得咁恐怖。Terrible. 但係喺科學角度去分解，咖啡豆係烘焙過程，尤其係高溫攝氏210到260度嘅高溫烘焙10至20分鐘後，都可以破壞大部分嘅這曲霉分子。概括咁理解，同埋點樣可以避免咖啡豆入邊這曲霉毒素 A 嘅大量產生？選擇來源同埋管理員清晰嘅生豆供應商，以及儲存咖啡豆嘅環境同埋方式得當。烘焙嗰陣巧妙咁控制火力同溫度嘅分配，呢方面我就梗係信自己。大家揾到值得信任嘅商家，其實擔心嘅問題就自然會少啲。下一樣嘢就係丙烯酰胺。其實好多煮嘢食嘅 channel 咧都有提及到，太高溫去烹調任何食物就有機會增加丙烯酰胺嘅產生。所以佢哋通常都以一個常識角度提醒觀眾，建議大家盡量使用低於180度煮食，相對地延長煮食時間去避輕就重。大佬夠石春有字嘅喎。根據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嘅研究，食物咧係經油炸之後，容易產生丙烯酰胺七，係攝氏溫度130攝氏度時會出現丙烯酰胺，係超過160攝氏度更會大量出現丙烯酰胺8。研究已經肯定丙烯酰胺可致癌，但係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由於難以統計丙烯酰胺要到邊一個濃度先會致癌，所以難以訂立安全標準。又概括理解點樣避免咖啡豆內嘅丙烯酰胺嘅大量產生，我哋需要留意烘焙嘅溫度控制，就可以有好大嘅改善。You kidding, man？ 就以下烘焙手法為例，做個參考。就以我哋 Enjoy Coffee 嘅烘焙手段嚟參考，我哋烘焙咖啡嘅時候，脫水期係大概係5至7分鐘內會完成，其後嗰2個階段就係最後嗰2個烘焙階段。梅納反應中期階段會係160到180攝氏度，我哋大概係7至9分鐘內完成。發展期或者叫梅納反應後期，即係焦糖化反應時間，我哋根據需要烘焙嘅深淺要求，控制喺總烘焙時間大概11至14分鐘以內完成，咁樣盡量可以避免咗因為要提高烘焙效果，相對喺烘焙時候嘅過高溫調節。We did it! We did it! It looks amazing! Look at that! 根據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嘅研究指引，丙烯酰胺生成速度轉溫度點喺180度左右。其實呢個手法已經大大避重就輕咁去對症下藥。其實當大家處理對丙烯酰胺對症下藥嘅時候，其實同時間都係處理緊第一點，即係曲霉毒素 A 嘅問題。因為要殺死這曲霉毒素，首要2個條件就係溫度同時間。消委會抽檢嘅都係一啲好大型嘅咖啡豆供應商，佢哋要供應大量嘅咖啡豆，
烘焙嘅時候，烘焙個批量一定都唔會少得去邊度。咁你一次過要炒咁大鑊嘅豆，個爐溫一定唔會低得去邊度。咁即係代表佢個爐溫一定係比我哋正常啲細爐偏高，所以生成致癌物嘅機會又會高啲。事實上，好多唔同嘅咖啡豆烘焙師為咗追求風味，發展上更進一步。佢哋使用嘅手法就係壓縮咖啡豆烘焙發展期嘅時間。通常佢哋會壓縮喺2至3分鐘入邊完成成個發展期。相對犧牲嘅就係溫度嘅問題。其實好多嘢相生相克，你要追求風味嘅極致，就喺另外一方面一定有所得失。而我希望烘焙出嚟嘅製成品，首要考慮嘅係健康，再而考慮嘅係少少風味嘅犧牲。呢個係我自己考慮到嘅平衡。我亦都期望將來咖啡豆烘焙嘅方向係秉持着呢個目標進步，唔好浪費咖啡豆呢樣大自然俾我哋咁好嘅寶藏。咖啡豆烘焙者唔係化學專家，亦唔係醫生，但係隨住資訊年代嘅發達，資訊係俾大家互相吸收同理解嘅。希望大家喺共同理解同埋知識嘅互補作用下，改善咖啡成品安全，令消費者更安心去享受到即使唔同等級咖啡豆都可以成為喺市場上安心購買嘅飲品。呢樣嘢真係一集都講唔晒啊！我哋將會係第11集，選控、深控、更健康與味覺衝擊點平衡，再同大家探討啦。但係我都要照進度預告下下一集，同大家傾一傾大家儲豆嘅習慣、蘑菇糧嘅危機點平衡。如果大家覺得我哋講嘅題材都唔錯，夠誠懇嘅，咁你就千祈唔好留手啦 ，click 下、like 下、subscribe 下，然後撳一下鐘仔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集再見。Do it. Do it. Do it. 当他拿到这只豆子的时候呢，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只豆子是比较小颗的啊，那因此呢，在烘焙上其实是有难度的哈。那这个比较小颗，他最担心的就是豆子的表面可能很容易被灼伤，所以他必须要非常注意、非常谨慎去控制它所有的热能。那他刚刚把生豆跟熟豆呢，把它摆在一起，看了一下它的整个体积的膨胀啊。那对他来讲呢，他刚刚一直在关注的呢，就是当这个咖啡豆呢从所谓的吸热作用转成所谓的放热作用的这一个关键时间，他一直在关注它的整个豆子发展的状况，因为呢，他认为呢，从吸热的一个状态上面来讲，可以确保这只豆子走的是不是香气走向啊？它要确保把尽可能最多的芳香物质保留在我们的咖啡豆里面啊。那因此呢，它采用这样的一个曲线啊。Okay, so may I ask what's the total roasting time and what's the development time? The total time is 7 minutes and 39 seconds. It's 500 grams of coffee. The development time is around 1 minute and 25 seconds. I start with high temperature and around 5 minutes I go down, and I wait until to develop like the beans. Smell nice. So if it smells nice, it tastes nice. 那通常它在烘焙完了之后，它都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它会先研磨一小把。那只要它闻起来是好的话呢，它应该喝起来就是好的。Yes, but for sure it has acidity. It has I feel a lot of lemongrass notes. Because I don't have information about density and all this stuff, I believe I can go a bit more developed, but I believe I lost the character of Ethiopia because the beans is very small, so you have to
take care so much. 现场朋友可以闻闻看哈，他觉得这锅烘焙做的就应该是一个水准之上了哈。那但是呢，他思考了一下之后呢，他觉得只要再有机会的话，或许他会再把它发展的再稍微多一点点啊，那更能够表现出伊索比亚咖啡豆这个产区本身的一个风味特色。但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下一位世界冠军，就是我们的赖玉泉啦。如果是我的话哈，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把这个发展度稍微再拉长一点的原因，除了在于让风味更多之外，因为我们马上要喝嘛，能够让大家喝到更多咖啡里的东西，所以我会试着把它降温降得更快一点点，然后让 natural 豆子的皮的部分不要有太多糖分的焦化，也能喝到更干净的这个咖啡。